这是义和圣堂落成典礼那个时候，我眼镜。奇怪，这个声音怎么会这样？可能跟那个摄影机有关系啊，声音不顺。满山春色，声音不正常哎，可能跟摄影机有关系。这只有声音啊，然后用影像，动画影像。好聪明啊，做这个动画。后来呢，联署卫军港灯节，外国人就用那个灯管做那个人的样子，灯管啊，好像有5个部位，那就做5支灯管，然后头的部分用圆圈圈，灯管也可以造成圆圈圈，然后就可以产生动画效果。那个联署卫军港灯节有这种艺术品。你看这人啊的动画，双手双脚躯干5个线段，然后那个灯会的话，要透过日光灯产生光影效果，那就这样就5支灯管，那头的部分是圆形的灯管，然后很多组，这样就创造那个联署卫军港的花灯灯节艺术品表演的项目。